大朋友同小朋友，你哋好。今日嘅福音好特別，講到天主差遣天使加俾額爾嚟到一位少女瑪利亞嗰度。天使同瑪利亞講：瑪利亞萬福，你充滿恩寵啊，主與你同在。瑪利亞聽到呢一句話，好驚，又唔知道發生乜嘢事。天使又話：瑪利亞唔使驚，你嚟天主眼中蒙恩，你會懷孕生子，要改個名叫耶穌。佢會係偉大嘅，係天主嘅兒子，佢嘅國永遠都唔會完結。瑪利亞問：咁我未結婚，點會有呢件事呢？天使答佢：聖神會臨到你，天主嘅力量會保護你，因而誕生出嚟嘅聖子係天主嘅兒子。最後，瑪利亞溫柔咁答：我係主嘅婢女，願照你所講嘅成就喺我身上。天使聽完就離開咗佢。呢段福音教我哋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信賴天主，就算未明白晒，仍然願意話好啊。瑪利亞本來都唔明白，但佢相信天主嘅愛，願意讓天主帶領佢人生，所以耶穌就透過瑪利亞嚟到世界，為我哋帶嚟救恩。天主都會揀我哋做佢嘅工具，只要我哋肯話：主啊，我喺度。我哋有冇好似瑪利亞咁肯信賴天主？就算唔明白，今日我哋可以點樣學下瑪利亞嘅願意？例如聽爸爸媽媽話，幫人祈禱前先講：主啊，我喺度。主耶穌，多謝你藉住聖母瑪利亞嚟到我哋中間，求你俾我哋都有瑪利亞嘅信德，勇敢咁講：我係主嘅小僕人，願照你意思成就喺我身上。阿們。